2014最好看、最好听的演唱会，就在龙千羽、罗时丰、龙飞风舞演唱会。出道20几年来，两人头一届共同伫咧台湾举办大型的演唱会。6月7号、6月8号，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盛大演出，购票请洽玫瑰大众售票网各大超商。台语歌坛演艺界上新上流行的资讯，只有伫咧娱乐大代志。我的热情呵，好像100号啊！那讲到吼，这个热天的脚步都愈来愈紧对无？所以大家拢感觉就哦。夏天真好哈，规人都温暖起来对不？当然了，我们说到今年的夏天，有一个非常非常热情的演唱会，嘛是咧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哈，来报给咱所有听众朋友来了解。今日大练呢，在线上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台语歌坛的天后级人物，我们龙千羽龙姐你好。嗨，大练你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。龙姐这个在咱歌坛吼。太侪经典的好歌咯，我跟他唱太久诶，这个囡仔就出来唱啊。有真侪人唱真久，无一定够有代表作品。你是大条基本上拢是代表作品的不？那我们说到龙姐呢，你这么多的好歌，总算让我们等到要来举办演唱会呢。是哇，真的很感恩哈，因为这20-30年来啊，咱的好朋友大家对阿杰我的听小甲支持，所以我才有法度伫这个舞台上哈，继续伫咧拍拼，为大家献唱好听的歌曲。那这次刚好也有一个这个机会哈，那举办大型的演唱会。对，这一次呢也算是龙姐出道以来第一次这个非常非常大型的演唱会，是，而且呢是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，对不对？台北国际会议中心。对，李下这届哈，龙姐你的这个演唱会的名称叫做龙飞风舞，代表你带出了另外一位非常丰满的人，罗时丰大牛。哎呦，原来是大牛哥啊！哈，是。其实我们两个在国外有合作过，那在专辑里面呢，我嘛有该对唱过，伊的人就高照顾人啦，不管你是比较侪岁也好，比较少岁也好哈，他总是会让人家有一种安心的感觉。对，龙姐咧讲一句话，我会当来做一个见证就对啊啦。是，因为我本身嘛是去龙姐啊，还有大牛哥照顾的这个小朋友，所以这一次是歌坛里面的天王天后的组合，买门票根本就是1减2个是摊掉嘛，对吧？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呢，因为一张门票可以看到2个不同的演出，2个不同的结合，当然呢一定会擦出2种不一样的火花。但是龙姐大家拢真好奇哈，因为龙姐从以前不如卖熟悉，当初不如卖熟悉。这个咱嘛听得到，参照不如卖熟悉经典好歌吗？会，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讲的意义非常的不一样。这是龙姐的头一底台语专辑。头一底台语专辑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之前唱足侪国语歌曲哈，若讲较通俗的话，就是讲拢无红，唔知啊，一尾仔改落去唱台语的了后。不如卖熟悉，好，然后一直到拄啊大练的唱的冲冲冲冲冲冲啊，这是我到那个法国去拍 MV 的时候，然后把那些低名度就一点一滴这样慢慢建立起来。对，其实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，这个西亚先都可以这个。基本上你打对歌曲的，大家拢是非常喜欢拿来做歌唱比赛也好啦，都是非常流行的歌曲。所以呢，这个要取舍也算是要花一个功夫是真的，因为差不多有将近50张左右的专辑吧。是。这是歌迷帮我统计的。那因为我搭了很多连续剧的主题曲，你知影这歌然后戏剧落去做就是讲做主题歌那鱼帮水，水帮鱼。这些歌比较容易流行，尤其是8点档连续剧，而且讲伫厝的嘛是家里的一个润滑剂啊，所以讲伫咧选歌的时阵我拢是讲当这条大家嘛知咧，这条歌是都是部连续剧的，这条歌是民国几年的，这条歌嘛跟他不离红咧，这条歌跟他 KTV 嘛真侪人爱唱，所以在选歌上真的是蛮伤脑筋的。对，但是呢，相信呢一
定会带给大家非常棒的视听享受哈。啊，那讲到这个有听爱懂的毛快啦，对吧？听爱讲这个哈，我们还要有3D 动画的模式要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整个的音乐的背景啊，那个舞台的华丽啊，就是你在视觉啦、听觉方面呢，真的是一大享受。这嘛是自己盖哈，我就是讲，我感觉讲我出道这么久啊，应该爱有一个真好的场所，好好跟我的歌迷好好互动。对。这嘛是我希望的，我嘛是我要感恩谢大家一个想法。是，尼即马目前呐，私底下龙姐你有做什么款的准备吗？我其实我本来生活都算讲人咧讲艺人啊，异于常人对吧？我真正是迄个异于常人，因为我都早起早睡。哦，你都早起早睡啊？那这样不是异于常人啊，这是正常人。以艺人来讲的话，就是异于常人了，对不对？眼睛闭起来了哈。然后你看，什么伤咸的、伤酸的、伤冰的、伤冷的，我嘛拢无吃了。哦，真好。这一次为了演唱会，当然要更忌口。这个礼服吼，拢真下输，所以吼嘛袂使好大裤，大裤衫都袂穿的。还有就是平常时啊，我嘛是有咧运动，可是这一次的演唱会，因为请我时间真长嘛，所以我有就是跑步啦，有骑脚踏车啦。好，那在家的时候啊，有些歌因为也很久没有唱了嘛，所以都爱甲冰出来，一头都甲练习一改安尼。哎呦，这么记歌词就对了。对，爱记歌词啊，嘿，对。你的歌手有当阵要记家己的歌词吼，嘛是头壳摸咧烧的对。真的，而且有一些歌，因为大家爱听嘛，所以我就会翻箱倒柜啊，全部去把它找出来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。说到值得这2个字，这届咧，这个演唱会所的听友，那是买门票来看吼，也绝对是超值，因为这一次的演唱会够结合公益，要来做善事哦啊！其实这一届哈，为什么？其实很多年以前就有人找龙千玉开演唱会啊，可是因为我这个人哦，我足惊压力耶。我想讲哇，我呢承受这压力，我还没有，就是心情还没有调好啊。那后来因为这一次主办单位他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你出来唱啦，你可以带给大家正面的力量，是，正面的想法，好，可以传递这样，是，而且呢可以结合公益，对，我们可以把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啊，大家来听歌，可以当做公益哈。然后我们有结合家福中心跟惠民学校，是，我们会把这一次的盈余来做这个公益活动，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有意义，不但供大家当听好听歌曲啊，龙千也有一个很好的舞台表演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帮助一些弱势团体，我觉得是有多重的优点，非常的有意义，而且这个大家那是真正有这个注意龙姐的歌曲，就可以发现到龙姐其实在这近几张在唱这个亲情啦、温馨，甚至是比较正面能量的这种歌曲是愈来愈多。对，后面这几就是这几张专辑啦，就永心啦，踏奖啦，有啦哈，幸福之恋啦，秘密好了啦。本来我是无唱踏奖有这首歌。安尼哦，我想大家，因为我怕我在舞台上会。泪崩，泪崩啊！对，我现在讲就有点想哭，我怕我会泪崩。可是后来因为很多那个网友，他一直跟我说，我一定要唱这首歌，他们要带爸爸妈妈来听这首歌。真的，前天我才决定在这个演唱会上，我会唱《踏酱油》这首歌。是。希望讲会当将这份温暖散播给更多的卡奖来听。所以呢，现在请大家就赶快来订票了哈。我们订票的方式现在网络上也有嘛，对不对？在网络上也有，还有很多的那个便利超商啊，对，还有我们的玫瑰唱片，对，都可以买得到。在6月的7号、8号，可以看到大家的大驾光临。6月7号、8号，
拜六礼拜。是6月7号，伊是暗时7点。有的爸爸妈妈也较早困哈，所以温格瑞特啊，音乐非常的细心。特别是6月8号安排这场是下晡2点。哦，真的很细心呢，很贴心，真的。对，所以不管你要看下午的或者是晚上场的，都非常欢迎。大家买票会当到这个玫瑰大众售票网，或者是全国的玫瑰大众唱片都可以买票。对，可以加工 7-Eleven 全家莱尔富，那个 iPhone 弄也当来集之类的对。或者我们也有一个电话的订票专线也可以0800-000-802。哎，0800-000-802。哇，就好听啊！是安尼看，空吧空空802。欢迎大家哈，当全家嘛是跟他爸爸妈妈哈，我们一起来看大牛跟龙千玉的龙飞凤舞演唱会。是，真的非常的这个祝福我们的龙姐这次演唱会哦，绝对会跟平常你们看到的我们表演不一样。再给大家透露一下了，有一套衣服呢是结合现代的科技。现代的科技哦。你讲干，我就想要看。你等下来看哈。现代的科技到底是太空衣吗？暂时保密哈。对，可以说是目前的演唱会哈，大家都唔捌看过，对，要呈现给大家。这个也是我的服装设计师哈，特别帮你打造的。对，打造，他想要帮我变成台湾的小林幸子。小林幸子伊那是在红白歌合战弄来差不多8到2楼3楼。对。一领滚有无吼？就把迄个楼梯全部拢砍掉安尼。8到2、3楼管遐尼管，到底龙姐会不会爬到5楼呢？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对，你们来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对，今年非常这个恭喜我们的龙姐总算是展开了这大型的演唱会嘛，希望讲呢这个演唱会可以这个票房顺利成功。谢谢大家，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哈，让我就是能够这样跨出第一步，真的很感恩，很感恩。谢谢，来，谢谢0800-000-802-0800-802-2014年龙千玉、罗时丰、龙飞凤舞演唱会等你哦，等你哦。遥远的流星，仰望的锁匙，打开幸福的门匙。因为我有你，所以我相信，等待雨水过了，一定有晴天。就是等你飞向阮身边，深深的思念行予遥远的流星，仰望的锁匙，打开幸福的门匙。等待雨水过了，一定有晴天。写我心路可以永远陪在阮身边，看着你永远分离。写我心路可以，无人会当代替。飞出去，就有一只等待伊幸福的甜蜜，就是等